呢幅咧21歲女學生嘅畫咧，暴露咗咧學霸背後咧佢嘅孤獨同埋焦慮。呢幅畫咧，你會睇到咧封閉嘅屋同埋咧曲折嘅小路，暴露咗咧依家嘅學生咧唔夠膽咧講佢自己嘅學習壓力。第一眼嘅危險信號咧就係孤獨式嘅台咧，代表住咧佢係習慣咗獨自消化所有嘅壓力。另外彎曲嘅小路咧就代表住佢對未來咧充滿不確定嘅焦慮。唯一有細節嘅自我，代表咧佢過度依賴自我驅動，同埋咧佢都正在咧喺內耗嘅狀態。最戚心嘅係咧，佢畫咗咧所有學霸嘅共通困境。明明咧已經好努力，但係咧都係覺得自己唔夠好。呢啲咧都係優秀嘅學生咧隱形嘅壓力。我哋3步點樣去打破優秀學生嘅陷阱呢？我哋咧可以由孤島嗰度咧去揾一個聯盟，每一個星期咧可以發起咧一至咧學習小組嘅討論，將獨自承受嘅壓力咧轉為共同成長。第二咧就係建立咧我哋嘅彈性學習觀，設定咗70分、85分、100分，分為3個階段嘅目標，減輕咗咧必須完美嘅自我壓迫。第三咧就係畫你自己嘅成長地圖，將曲折嘅小路咧就具象化，分階段性咧計劃，化解一啲咧唔確定性嘅焦慮。你畫嘅話咧，其實喺度同你傾緊偈。你會唔會咧習慣咗獨自消化自己嘅壓力？對未來咧係都係感到模糊同埋焦慮，或者咧你覺得應該努力定係想要自由之間喺度掙扎？如果你想了解你自己嘅內在需求，可以留言111免費做呢個屋樹人測試，拆解你嘅潛意識。